我其實都好中意種植植物，有時種植植物都好似培育生命咁，係要用愛、心機、時間，甚至到有時係要用眼淚去培育佢哋，先至會去成長。有時培育生命其實都好多艱難同挑戰。你本來好好地培育一個生命去成長得好好，但係突然間佢會跌倒，甚至到生命會枯萎。但原來你只要唔去放棄，繼續用你嘅愛心去培育佢哋，原來有一日佢哋終於會再次成長，甚至到呢個果子累累。呢個都係成為我嗰份嘅激勵。其實我都好感謝神咧，帶咗我嚟恩培堂。我認識咗超牧，佢教導咗我點樣去做一個傳道人，點樣有呢一個人生使命宣言。其實呢個人生使命宣言頭去做嘅時候，我就問神，結果神佢就喺藉着一個圖像俾我睇。呢個圖像就係當時見到有一個火棒點着一支嘅火棒，佢就話呢個就係成全使命啦。但係跟住神又會話，其實有陣時你想將呢個使命交俾你嘅接棒人，有陣時未必個個門徒佢都願意去接呢個火棒，所以你必須要去梳理佢哋嘅生命，佢哋有咩雜質你要去處理，你要藉着輔導，要藉着 coaching， 你要去處理佢內心或者佢哋生命裏邊，佢好似等於一棵植物咁，你要幫佢哋去剪呢一啲嘅雜草，然後佢哋先會成長，然後你再俾呢個火棒佢哋先至會去肯接，於是乎你先能夠造就到呢個門徒。因為另外一幅圖畫，上帝俾我睇到，我將來見主面嘅時候個情景係點呢？就係嗰陣時，當主耶穌佢捉住我隻手接我上天堂嘅時候，我另外一隻手就係一抽二掕嘅門徒跟住我一齊上天堂，呢個天家去迎接我哋嘅主。而當我跪喺主耶穌面前嘅時候，我就係一盤一盤一盤嘅門徒，好似一份禮物咁呈現俾主耶穌。而其中一盤呢一個嘅禮物就係乜呢？就係恩培堂。今年教會嘅年題係全民皆師四代同堂，呢個更加落實咗我自己本人嘅人生使命宣言，就係成全使命、燃亮生命、造就門徒。